耶穌又對眾人說：我是世界的光，跟從我的，就不在黑暗裏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法利賽人對他說：你是為自己作見證，你的見證不真。耶穌說：我雖然為自己作見證，我的見證還是真的，因我知道我從哪裏來，往哪裏去。你們卻不知道我從哪裏來，往哪裏去。你們是以外貌判斷人，我卻不判斷人。就是判斷人，我的判斷也是真的，因為不是我獨自在這裏，還有差我來的父與我同在。你們的律法上也記着說，兩個人的見證是真的。我是為自己作見證，還有差我來的父也是為我作見證。他們就問他說：你的父在哪裏？耶穌回答說：你們不認識我，也不認識我的父。若是認識我，也就認識我的父。這些話是耶穌在殿裏的庫房教訓人時所說的，也沒有人拿他，因為他的時候還沒有到。耶穌又對他們說：我要去了，你們要找我，並且你們要死在罪中。我所去的地方，你們不能到。猶太人說：他說我所去的地方，你們不能到，難道他要自盡麼？耶穌對他們說：你們是從下頭來的，我是從上頭來的。你們是屬這世界的，我不是屬這世界的。所以我對你們說，你們要死在罪中。你們若不信我是基督，必要死在罪中。他們就問他說：你是誰？耶穌對他們說：就是我從起初所告訴你們的。我有許多事講論你們，判斷你們，但那差我來的是真的。我在他那裏所聽見的，我就傳給世人。他們不明白耶穌是指着父說的，所以耶穌說：你們舉起人子以後，必知道我是基督，並且知道我沒有一件事是憑着自己作的。我說這些話，乃是照着父所教訓我的。那差我來的是與我同在，他沒有撇下我獨自在這裏，因為我常作他所喜悅的事。耶穌說這話的時候，就有許多人信他。耶穌對信他的猶太人說：你們若常常遵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門徒。你們必曉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。他們回答說：我們是亞伯拉罕的後裔，從來沒有作過誰的奴僕。你怎麼說你們必得以自由呢？耶穌回答說：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，所有犯罪的，就是罪的奴僕。奴僕不能永遠住在家裏，兒子是永遠住在家裏。所以天父的兒子若叫你們自由，你們就真自由了。我知道你們是亞伯拉罕的子孫，你們卻想要殺我，因為你們心裏容不下我的道。我所說的是在我父那裏看見的，你們所行的是在你們的父那裏聽見的。他們說：我們的父就是亞伯拉罕。耶穌說：你們若是亞伯拉罕的兒子，就必行亞伯拉罕所行的事。我將在神那裏所聽見的真理告訴了你們，現在你們卻想要殺我。這不是亞伯拉罕所行的事，你們是行你們父所行的事。他們說：我們不是從淫亂生的，我們只有一位父，就是神。耶穌說：
倘若神是你們的父，你們就必愛我，因為我本是出於神，也是從神而來，並不是由着自己來，乃是他差我來。你們為什麼不明白我的話呢？無非是因你們不能聽我的道。你們是出於你們的父魔鬼，你們父的私欲，你們偏要行。他從起初是殺人的，不守真理，因他心裏沒有真理。他說謊是出於自己，因他本來是說謊的，也是說謊之人的父。我將真理告訴你們，你們就因此不信我。你們中間誰能指證我有罪呢？我既然將真理告訴你們，為什麼不信我呢？出於神的，必聽神的話。你們不聽，因為你們不是出於神。猶太人回答說：我們說你是撒瑪利亞人，並且是鬼附着的，這話豈不正對嗎？耶穌說：我不是鬼附着的，我尊敬我的父，你們倒輕慢我。我不求自己的榮耀，有一位為我求榮耀，定是非的。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，人若遵守我的道，就永遠不見死。猶太人對他說：現在我們知道你是鬼附着的。亞伯拉罕死了，眾先知也死了，你還說人若遵守我的道，就永遠不嘗死味？難道你比我們的祖宗亞伯拉罕還大麼？他死了，眾先知也死了，你將自己當作什麼人呢？耶穌回答說：我若榮耀自己，我的榮耀就算不得什麼。榮耀我的，乃是我的父，就是你們所說是你們的神。你們未曾認識他，我卻認識他。我若說不認識他，我就是說謊的，像你們一樣。但我認識他，也遵守他的道。你們的祖宗亞伯拉罕歡歡喜喜的仰望我的日子，既看見了，就快樂。猶太人說：你還沒有50歲，豈見過亞伯拉罕呢？耶穌說：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，還沒有亞伯拉罕，就有了我。於是他們拿石頭要打他，耶穌卻躲藏，從殿裏出去了。